呢間齋鋪寶江街之後，上去康寧道公園。咁鬼早，5:51。睇下中移動搞個電話先。一插個 USB adapter 落去冇反應，唔知咩原因。落去搞下先。點解會冇反應嘅？移民商場，移民商場，中移動。所有電話都係插過，一插落去即刻有反應。呢部插落冇反應，古怪。奇奇怪怪。高尚。可以嘅。觀塘隔離嗰條同仁街喎，好似28號開始封喎，整天橋。成個觀塘整天橋。條義安街，義安街大排檔同埋食社，成條街都大排檔，啲人知道。呢間維康咗幾廿年，80年代已經有。已經做咗教會啊！以前間附係咪叫富都啊？富都戲院啊！以前做咗教會。
觀塘真係好鬼多人，俾你啦，中移動。哦，嗰啲紅燈。